咱继续来关心咱劳工的权益。美国无线电公司 RCA 工伤案的官司到达已经拍20年啊，其中一部分262个人法院已经判因胜诉 ，RCA 就要赔偿给因。另外有246个人无法度接受经一审的判决，提出上诉。最高法院伫今日宣判，经一审判 RCA 要赔其中24个人5470万，其他222个人发回再审。RCA 等几间公司的上诉也拢向驳回。律师团表示讲，这就是劳工的胜利。RCA 关怀协会的成员大声欢呼，因为 RCA 一军伫最高法院的判决总算是赢。关体高等法院经一审，敢若改判一军24个人爱赔，其他无明显疾病，抑阁有着病，但是疾病无互国际机构认定的222个员工是无赔偿。但是最高法院认为，这两类厂商拢应该赔偿。有生病，但是他的疾病不在这3个国际机构。最高法院说，像这种职业病的案件。举证责任应该是公司要负举证责任，没有外显疾病的这个部分，他认为说，根据大法官的解释，这个是侵害劳工的身体权跟健康权，罹病的风险提高，恐惧，这已经超过一般人的情况。对那个身心灵这一部分。那我们现在这个最高法院，他有考虑到这一层，这是非常觉得安慰的地方。美国无线电公司 RCA 1970年来台湾设厂，不过因为厂区土地污染，员工啉到有毒的地下水，真侪员工着干，甚至死亡。在伊最高法院认定，经一审所有原告拢爱得到赔偿，不过增加的部分又搁发回高等法院更审。今天这种胜诉对我们来讲，我们是高兴。可是如果法官他可以在今天就把我们的判决的金额完全判决出来的话，当然是最好的。律师团表示，这摆判决甲劳工家庭被致使心理层面压力，嘛列入赔偿的考量，是一个大进步，会加做未来其他判决的应用案例。RCA 阁有2军的部分，4月21要进行2审，因讲有这摆判决是给了真侪信心。记者郭根霞桂林台北报道。